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2年7月13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第7篇，阿摩司书第5章第1节到第9节，马太福音25章31节到46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山羊甲绵羊。以色列人是一个游牧民族，伫因的文化的中间，放牧的这个羊群中，当然是用经济价值较悬的绵羊来做主体。但是呢，伫因的习惯中间，因真爱将这个羊群内底加几只山羊啊，掺伫内底。当因倒转来到伫即个羊条，或者是要来杀羊啊的所在时阵，雇羊的人就需要将这两种无同款的羊，就是迄个山羊甲绵羊来分出来。根据即个圣经撒迦利亚书第10章第3节的记载。我上帝万军的统帅对遐的牧者发出大受气，要刑罚带头的。我要看顾我的羊群犹大家，互因变成做强猛的战马吼。伫即个经文中间所指的即个带头。也是讲领头的即个羊所指的，其实就是后面所咧讲的即个公的山羊。好，本的圣经这段的翻译讲：我的怒气向牧人发作，我必惩罚公山羊。伫单语翻译做即个带头的。伫经文伫遮咧讲到，上帝要刑罚即个带头的山羊公，就是犹大家啦吼，也是讲伫咧指以色列即个民族。所以伫今仔日的经文马太福音25章31节到33节的所在，也安尼讲。伫人子做王天使甲伊做伙来临的时阵，伊要坐伫荣耀的宝座顶悬，地上万民拢要聚集伫伊的面前。伊要将因来分做两群，好若亲像雇羊的人对山羊中间将绵羊分别出来。伊要将绵羊放伫正边，山羊放伫倒手边。对伫实际的牧羊的生活内面，圣经用来做譬如的羊群所指的是以色列人，就是咱讲蒙主所调所册的基督徒，也是咱讲选民。做一个信仰群体中间的山羊，指的是遐个无遵守上帝诫命去听人、听对着的遮个人。遮个人就亲像山羊伫羊群的中间，因所代表的是伫一寡掠做家己真牛的带头羊，因偏行家己的路。并且因违逆上帝遮个人，山羊也是公的山羊，不但是出现伫即个撒迦利亚书的记载，也出现伫以西结书34章17节到15节。圣经安尼讲到我的羊群，我至高的上帝安尼讲。我要审判逐只羊伫绵羊港甲山羊港中间
主持公道。恁才会伫青翠草埔食甲肥肥的，想讲这是理所当然是无？恁竟然用骹尖踏这个食的草，恁啉清的水，竟然用骹甲啉剩的水拉好落。兼讲我其他的羊简单会当食恁所吞踏的草，啉恁所拉散落的水。伫上帝的眼中，伫圣经的观点来看，山羊的确是用来譬如这个离开经典的教导，背离道路的这个人。这个人通常掠做家己是牛的，亲像法利赛人，亲像经学士，亲像祭司。因经常将所读上帝的话用来做人的规范，去要求别人，甚至来试探别人。同款伫这个羊群的中间，却有无同款的表现一级的结局，是值得咱受警醒的。先知阿摩斯第5章第1节到第9节。迄个标题安尼写，讲呼吁以色列人悔改。伊讲以色列家啊，着爱听我替恁所做的哀歌。以色列民啊，也是原文做触怒，因绊倒，袂通搁再爬起来。倒伫个涂骹，无人会当甲因扶起来。主耶和华安尼讲：以色列家的城发出1000兵的，只有剩100。迄个发出100的，只有剩10个。耶和华以色列家安尼讲：恁着找求我，就会通活。公山羊为着要争取领导的地位，时常会用因的羊角来互相攻击，互相来打。山羊真爱徛伫迄个真危险的所在，因行这个树蛙顶悬，因搭起你伫车的壁。做一寡甲绵羊完全无同款的动作。咱知影绵羊通常是群体的行动，因就慢慢乖乖跟对各样人的脚步。所以因为安尼，圣经用来形容一群顺服上帝旨意以及带领的选民，或者是基督徒。咱来想看觅啊，如果路加福音15章耶稣的这个失羊的譬如中间一只迷失的羊，真有可能就是山羊啊。但是嘛有可能亲像一只真记住毋捌代志的细只羊啊。这只迷羊因为伊来行危险的路，就家己陷入伫迄个危险中间。但是嘛，因为上帝的恩典、怜悯、慈爱甲赦免，各样的人，上帝就放落羊群去超找这只失丧的羊。阿摩斯先知甲以色列人讲：恁着爱找求耶和华，恁就会得到我。免得伊伫约瑟的家发出火，伫伯特利来烧，无人会当拍花。恁才会互公平变做无，互公义等伫涂骹的，着爱找求迄个造星的上帝，
互死因变做日时的光，互日时变做黑暗。海命令海水来压伫涂骹，耶和华是伊的名。伊互力量强的忽然遭受着灭亡，至到保障遭遇毁坏。也亲像马太福音25章31节到33节所讲的，最后的审判中间会将山羊仔甲绵羊来分开，会照因过去所做的来甲因审判。以前几工咱拢有讲到以色列人甲犹太人因甲济的其他的族群的人，拢欺压着弱势者。因为安尼，因会遭受上帝的刑罚，因为上帝不介意。但是，若会当亲像马太福音25章34节到46节的经文来讲，会晓听人亲像家己做伫上微细的人的心上的时阵，就要得到上帝的乐，得到上帝的赦免，得到上帝的恩福。就算是山羊仔，也会当甲绵羊共款蒙恩得福。诗篇第7篇，上主我的上帝啊，求你做我避难所，保护我，求你解救我，脱离一切追赶我的人。若无因会亲像狮拆离我，搁拆只喙糊糊，嘛无人通救我。上主我的上帝，我的手若有做毋得，有对朋友用歹报好，还是无缘无故抢夺对着我的人，我若有做这的代志，就出在对敌入我，到底掠着我，将我的性命踏伫涂骹，将我的尊严变做土粉。上主啊，求你起来，发出手气，徛起来对付我的对敌的大手气。求你为着我来醒起来，照你的旨意审判。愿万民拢聚集伫你的周围，愿你坐伫宝座伫你因。上主审判万民，上帝啊，求你裁判，判我做义，定我无罪。求你互歹人袂阁做歹，互义人徛在，因为公义的上帝监察人的心肠。上帝是我的盾牌，伊拯救心正直的人。上帝是公义的审判官，伊逐日对不义的人发受气。人若毋反悔，伊会磨伊的刀，扭开伊的颈，准备好势。伊准备致命的武器，伊射的是火的箭。你看，歹人图谋邪恶，怀因毒害，生出奸诈，伊乌屈，乌互伊深，竟然跋落家己所陷的这个陷阱。伊的毒害会倒转到家己的头壳，伊的强暴会落伫家己的头壳顶。我要因为上主的公义感谢伊，我要称赞上主至权上帝的名。感谢上帝帮助阮，成做羊群中间的绵羊啊！愿意回转，愿意军队牧者的脚惹。求主帮助阮，愿意成做弱势者的帮衬，需要的人的厝边，成做人的祝福。感谢祈祷，奉主的圣名，阿们。